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最近成功約到特別的士，即係紅的或者藍的，係幾時呢？當你以為自己預約到的士，啲車會準時嚟接你嘅時候，到最嬲尾都係俾呢啲的士放咗飛機嘅呢？ Hello， 大家好，恩慶月 Johnson， 今日係2025年6月28號。澳門搭的士咧就相當之艱難啦，預約的士亦都係好難嘅。有時咧就諗住預約啲的士咧去機場啊，或者去其他啲地方咧，約極都係約唔到，咩時段都好咧，都係約唔到車，係嘛？咁啊，針對呢個問題咧，審計署喺星期五嘅時候就發表咗特別的士相關嘅衡工量值式報告，咁揭開咗當中嘅層層問題。其實審計署所揭出嚟嘅問題都係啲表象嚟嘅啫，亦都唔係咁簡單，係特別的士相關制度嘅監管問題。如果我哋挖深一啲，呢個係交通事務局長期嘅不作為，同埋高官問責長期得不到落實，同埋公共行政相關嘅問題。澳門嘅交通問題咧就多羅羅啦。為咗解決的士相關嘅問題啦，咁特區政府就先後2次就進行咗特別的士相關嘅招標啦。咁2017年第一批我哋叫藍的係100部，喺2025年9月30號咧就會約滿嘅啦。隔咗1年幾之後咧就有第二批，就有200部嘅的士，俗稱就叫紅的。去到2028年5月31號咧，亦都係約滿嘅啦。無論係第一批同第二批都係同一間公司中標嘅，即係澳門電召的士公司。審計報告咧就顯示啦，為到達到提供特別的士嘅服務要求，招標文件亦都清楚咁列明咗各項嘅技術條款啦，俾投標者去考慮㗎啦。當中有包括咗啦最低營運車輛嘅數量標準啦、特別預約的士服務嘅流程等等啦。而呢啲條款喺合約度咧，亦都係寫到明㗎。而審計署咧就以2023年1月到2025年2月期間嘅營運數據咧作為審計基礎啦，結果就揭發咗交通事務局喺監管特別的士制度同運作方面咧，就犯下咗種種嘅錯誤，同埋監管不力。審計報告就分別從3方面，包括最低營運車輛數目、預約服務同交通安全監察，揭露作為監督實體嘅交通事務局未有妥善履行監察嘅職責。其中喺最低營運車輛數目監察方面，審計署發現批給合同所訂定嘅服務標準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成批人長期唔達標，當中以日間嘅返工放工時段尤為嚴重，接近99%唔達標。喺最低營運車輛數量呢個監督方面咧，特別的士招標文件同埋批給合同咧已經定明咗有關嘅計算方法啦。但係審計署就發現啦，咁成批人長期咧都唔達標㗎，但交通事務局咧就未有妥善咁監督，反而基於成批人指車輛老化影響營運，並認為喺多個不合格嘅時段內，仍有一定數量嘅後召中車輛行駛，就判斷可滿足市場出行需求。而且交通事務局就私下先後2次自行放寬咗對最低營運車輛數量嘅監督標準，影響咗公共利益嘅實現。喺放寬監督之前，交通事務局亦都曾經按規定就未達標嘅情況作出咗1次處罰，放寬後咧就未見相關嘅處罰程序。交通事務局自行將計算最低營運車輛數量嘅參數，由已發出的士執照數量放寬到批給合同沒有規定，而且係由成批人提供嘅當月可安排營運嘅最低車輛數目。諷刺嘅係，就算交通事務局已經放寬咗個標準都好啦，成批公司一樣係長期唔達標。審計署亦都發現，即使放寬咗標準，喺審查期間嘅783日入面，藍的同紅的分別只有9日同1日達標，即係成批人每個月仍然未能夠達標。當中以紅的今年1月為例，按交通事務局放寬之後嘅參數計算，最低營運車輛數目較原參數計算嘅數量減少咗大約24%。搭的難啦，預約的士咧，亦都係相當之艱難㗎。審計報告亦都揭露特別的士實際執行預約服務同批給合同規定嘅流程明顯唔同。審計局批評交通事務局長期放任監察，反映當局喺合同條款同實際執行上表裏不一，採用雙重標準。審計報告咧就揭取咗今年1月各個時段嘅召車比例啦，由成批人向交通事務局提交今年1月紅的嘅召車記錄啦，發現各個時段未能即時召車嘅比例平均咧就超過50%㗎。更甚者嘅就係傍晚6點到6點59分。召唔到車嘅比例咧係超過90%㗎，即係話
呢個電召預約嘅功能咧，其實就如同虛設，因為好多時候都係預約唔到車㗎。審計署又以舊年1月至到今年2月超過24萬筆有效訂單為例，當中合理情況佔近58%，懷疑失約或者延誤接載嘅就佔1.5%，但有近40%，即係近10萬筆訂單入面屬於情況未明，包括未能夠確定訂單失約方或者取消預約嘅原因等等。指出交通事務局應該要通過有關嘅資料，掌握總體情況，分析問題嘅成因，從而要求承批人提交有效嘅整改方案。但交通事務局並冇運用資料主動監察。審計署認為種種嘅情況都係源於批給合同嘅相關規定未被嚴謹執行，以及交通事務局未有妥善履行監察嘅職責。對於事先設定並經過承批人同意嘅經營條款，唔應該以經營困難作為不予遵守嘅辯解理由。喺通過嚴謹嘅招標程序之後，可以允許承批人唔按照規則執行。對於善意相信同遵守規則嘅競投者以及潛在嘅競投者，顯然有欠公允。當然啦，現在交通事務局必須要嘅就係根據翻合約嘅規定，要求翻電召公司做翻好佢啦，而且相關嘅罰款唔該你就要追翻佢啦。但係審計署亦都係有講嘅，根據翻相關嘅合同，如果承批人罰款超過100萬嘅話，特區政府有權係終止份合同㗎。而現在藍的嘅罰款已經超過65萬啦，而紅的嘅罰款係超過50萬啦。如果計埋咁多日都係唔達標都要罰款嘅話，到底現在嘅合同需唔需要終止呢？或者特區政府如何去善後呢？交通事務局如何去依法善後呢？呢度就需要交通事務局或者係運輸局務司司長，甚至係特首整個特區政府出嚟向社會去交代啦。到底如何去解決呢件事呢？呢份約仲做唔做落去呢？如何做落去呢？如何可以確保得到佢哋嘅服務係根據翻合同嘅呢？如何係保障得到公眾嘅出行同埋公眾嘅利益呢？唔係一句監管不力，以後就加強監管，或者以後又會按翻合約去做，咁就輕輕帶過就冇事發生。審計署以3大點作為結尾，分別係經營條款既定，理應嚴格遵守；商業營運考量亦需履行合同。若非放任不管，何來當前困境？實際上我就覺得唔係咁簡單㗎。我睇到第一個就係問責嘅問題，相關嘅官員、局長或者負責相關嘅官員都好，長期就冇依法辦事，不作為啦，無視招標文件同埋承批合同入邊一啲重要嘅規定，長期都唔執行，更甚者嘅就係有放水之嫌。以上嘅種種其實已經違反晒所有嘅公務員或者係高級官員佢哋應該遵守嘅工作義務、公共行政嘅倫理或者佢哋相關嘅工作要求啦。所以以上種種已經足夠，係應該開展相關嘅程序，應該就要進行所有應該要做嘅問責。廉署應該要主動介入去查呢件事，到底係啲乜嘢嘢會令到一個政府部門去為咗一間公司去做出以上一啲大家都睇落去唔合理嘅事呢？甚至當中有啲灰色地帶，甚至係有一啲涉嫌違法嘅行為呢？當中有冇存在一啲不法嘅行為呢？貪贓枉法啦，或者其他相關嘅行為呢？大家唔知到底係邊個官員或者邊一啲官員有法不依，監管就放軟手腳。到底係邊個官員簽名批准可以放生呢啲監管嘅呢？社會亦都係質疑，而呢個質疑係相當之合理嘅。所以希望特首又好，運輸局務司司長又好，佢哋應該要徹查呢件事。更甚者嘅就係廉政公署應該主動介入，查個水落石出，還社會一個公道。應該要問責嘅就問責，應該有其他相應嘅處理嘅就必須係有返相應嘅處理，依法辦事。交通事務局喺阿林局長嘅帶領之下，近呢幾年嘅表現，大家都心中有數啦。社會已經對澳門嘅交通，無論係整體嘅政策或者相關嘅臨時措施等等都好啦，已經係怨聲載道噶啦。對澳門交通事務局係相當之不滿噶啦。但係特區政府長期都冇落實嘅高官問責，長期都係官官相衛。
上一屆嘅運輸工務司司長羅司長對交通事務局就處處咁維護，出咗啲咩事都好，唔會有問責，甚至其他部門都好啦，亦都唔會問責。美其名又將所有嘅責任攬上身，實際上就冇任何嘅問責。冇問責嘅話，就會令到相關嘅部門做嘢越嚟就越唔需要有責任感，亦都唔需要上身，啲嘢就好隨意，中意點就點，咁令到交通事務局肆無忌憚，係嘛？表現嘅問題，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澳門嘅交通一團糟啦，呢個表現問題。另外有好多爭議性嘅事件，好似上次嘅的士開標程序出現咗問題，阿滔喺立法會講過，亦都去廉署投訴。羅司長仲講：唔使下下都上廉署嘅，大概就咁嘅意思啦。結果咪喺初級法院輸咗咯。但係特區政府仲要上訴喎，呢啲冇浪費公帑咯。再者嘅，再之前亦都係關於的士，突然之間會加開100部純電動的士作公開競投同埋營運，呢樣嘢已經引起業界嘅好多質疑嘅咯噃。但係因為我哋長期唔問責，交通事務局長期唔需要負任何責任，哪怕佢表現幾差，哪怕做咗好多嘢坊間好質疑，到底當中有冇啲咩問題呢？但係冇人理，冇人去跟進，結果咪令到佢哋嘅膽越嚟越大啦，做嘢越嚟越放肆啦，唔需要理社會嘅感受，亦都唔需要理社會嘅監督，因為上級撐我啊嘛，因為唔會問責啊嘛，結果令到交通事務局嘅膽就越嚟越大。你睇今次審計報告所揭示出嚟嘅特別的士相關嘅監管，大家都哇哇聲，係嘛？所以落實高官問責確實係有佢嘅必要。如果唔係嘅話，呢套制度形同虛設，咁特區政府嗰個管治威信呢，就不停咁樣拾級而下，咁樣對特區政府甚至係對整個澳門呢，都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公共行政只會係越嚟越差嘅啫。特區政府嘅管治威信完全冇信任嘅話，特區政府推任何嘅政策或者修改任何嘅法律，就會缺乏民意嘅基礎，因為社會唔信你啊嘛，唔信任啊嘛。咁特區政府嘅管治就會舉步維艱，到最嬲尾就肯定係一事無成。落實高官問責，法律當然係重要啦，但係除咗法律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決心。整體嘅的士數量不足係澳門現在搭的難嘅關鍵所在。我哋睇翻交通事務局相關嘅資料啦，截到2025年3月31號，即係第一季，澳門現存嘅的士係1763部。對於一個有60幾萬常住人口同埋每年有3000幾萬人次旅客嘅城市嚟講，又肯定唔夠啦。但係與此同時，有好多揸的士嘅司機大佬亦都吐苦水㗎，話現在揸的士揾唔到食，根本就唔得。審計報告亦都有透露，因為接單同埋司機收入嘅問題，澳門電的先後發生過2次罷工事件。而澳門電的喺回應審計報告嘅時候呢，亦都有講過㗎，儘管傾盡全力，現有模式仍難免與時代步伐漸行漸遠。咁到底澳門需要幾多部的士呢？過去特區政府交通事務局一直都講㗎，一直都留意市場嘅需求同發展，會適時調整或者增加的士嘅數量，會開標、會發牌等等。但係要增加幾多呢？特區政府答唔出。到底下次嘅開標係開200、300、500、800、1000，係8年期、10年期，定係幾多年期呢？澳門係咪需要2000部的士、3000部、3500部定幾多呢？幾多個數量先為之科學？幾多個數量先至可以滿足得到澳門嘅需求？交通事務局係答唔到。點解答唔到啊？因為現在傳統呢種的士發牌制度咧，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已經好難適應得到時代嘅發展。現在有最新嘅科技，有最新嘅營運模式，點解我哋仲固步自封呢？當然，我過去亦都講過好多次，呢度又唔想重複嘅。我哋一直都講網約車係澳門未來其中一個出行嘅出路，唔係話淨係得網約的士或者係傳統嘅的士。網約車係全世界都好流行，全世界都做緊㗎啦，全世界都合法嘅，都有方式方法係可以令到佢合法嘅，係可以同的士或者網約的士係可以並存㗎嘛。引入競爭，提升服務質素，全世界都行緊㗎啦。我哋唔好再長官意志，人為咁樣決定的士嘅數量，呢個係唔科學㗎。特區政府應該喺網約車方面咧，大膽啲去做，大膽啲去推。呢度所講嘅唔係話冇網管嗰啲網約車啊，唔係話阿林局長所講嗰啲白牌車啊。司機、平台
同車輛全部有監管嘅網約車，全世界都做緊啦，內地都做緊啦，相當好添啦。香港都諗住做相關嘅嘢啦，點解澳門仲係咁固步自封呢？係嘛？所以希望特區政府真係要痛定思痛啦，只要將外地相關嘅制度做一啲本地化，我覺得其實並唔難嘅，關鍵嘅就係特區政府行唔行出第一步嘅啫，係嘛？好啦，今日咧就簡單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繼續訂閱我個頻道，俾個 like 我，或者 share 嚟俾你嘅朋友。大家對網約車或者對澳門的士嘅問題有啲咩意見嘅話，歡迎大家可以喺留言入邊講俾我聽。拜拜。